巴菲特，你點樣定義真正嘅成功？我講過好多次，如果你到65歲或70歲時，你想愛你嘅人真係愛你，你就係成功。我未見過有人到呢個年紀，我咪講緊啲極度貧困或者痛苦嘅人，但我見過好多人，就算有好多愛佢哋嘅人都唔見得開心。你見過啲超級富豪搞幾年晚宴、命名學校，但根本冇人愛佢，連親生仔女都會話佢寄閣樓，你明咧？講3條以上係商界成功嘅人嘅建議。最好嘅投資一定係投資自己，例如溝通技巧。我同啲嚟讀商學院嘅學生講，就算佢哋學識晒啲複雜公式，只要學識更好溝通，無論書面定當面溝通，價值至少提升50%。唔識溝通就好似喺黑暗中對女仔眨眼，根本冇反應。你要識得表達自己嘅想法，其實呢樣相對容易。我自己都上過格萊基課程，雖然有人希望課程緊短，嗱真係好重要。投資自己嘅嘢，冇人搶得走。第二樣可能會俾人批評，但我會同學生講：如果我俾架車，你啲架就係你餘生唯一嘅車。你會超小心保養，一有刮痕即刻整。你會睇說明書，防車房你只有一個瘤同身體，到50歲先開始保養咗太遲。你只有一個身體，又可口善用。咁人生建議呢？要同比你優秀嘅人交往，你嘅發展方向會受身邊人影響，要揾正確嘅榜樣。模仿對象要精挑細選，問模仿對象，例如去，當然父母冇得揀，佢哋影響好大，但其他選擇權喺你手。要揀你仰慕同想模仿嘅人。最重要係揀配偶，生兒夥伴都重要，人生伴侶最關鍵。要揀個比你優秀嘅配偶，然後希望對方唔會太快發現你嘅缺點。投資最大嘅錯誤係佢哋太短視，佢哋唔明其實買指數基金就得，但仲係唔聽建議。佢哋以為可以頻繁交易，但其實應該當買農場咁長線持有。買樓唔可以即日轉手，但股票流動性高嘅特性，反而令佢哋頻繁交易。頻繁交易唔係聰明投資。你個早餐習慣同成功感有關？其實我記早餐習慣被報導後，而家有人專門幫我買。雖然有啲係為咗娛樂效果，其實我只食自己中意嘅嘢。60生涯時期熱狗漢堡、可樂、朱古力、雪糕，我到而家都中意。之後發現寄生食物我都唔在意。6歲時已經揾到罪惡嚟，
如果有人喺我20歲時話食西蘭花可以多過1年，我都唔會，寧願食自己中意嘅嘢。點解你將洋葱同西蘭花相提並論？未聽過幾個講法，我唔中意洋葱，我唔會將佢哋歸類。你同老布士一樣，聖愛院值唔值得讀？睇人仲多過睇學校，唔係個個需要，但人可以從高等教育獲益良多。但有人得益好少，唔係個個都要讀大學，好多工種唔需要大學學歷。年薪7萬8萬幾，工作未必需要大學訓練。我自己當年都唔想讀大學，我阿爸想我讀。如果當年有 SAT 考試，佢可能會代考。但我知道大學生活會開心，同埋我中意投資，覺得自學都得。緊班存起4年時間同貸款唔係小數目，你要睇人生目標，唔係適合所有人。好多人適合，但要有明確目標。我當年就冇乜理由。最後快速問答，你飲水嗎？被迫先飲。最愛傑哥？肯定係埋位。最愛電影？為何橋有好多人生道理？仲有一首主題曲，係就好似人生故事咁。最愛技術，智慧型股票投資人影響我最大。估到你會咁講，最愛電視節目？因為你 Nebraska 大學贏大賽暨比賽。最愛銀包帶幾多現金？大概400蚊美金。其實我太太中意用現金，我會定期拎現金返屋企，佢會檢查我銀包，睇下啲白年鈔用晒未。銀包好簡單，得信用卡，有張1964年嘅美國運通卡，98%交易用現金，用現金更方便。巴菲特，多謝晒。